基金会婚林的斗南站，感谢到社会各界长期对在地适龄、适医甲适亲的长辈关怀。今仔日特别举办着感恩的茶会，而且邀请到基金会所服务的长辈来穿古早衫，做这个角色的扮演，大家做伙来同乐。 许多人穿古早衫，欢喜和工作人员翕相留纪念，因为经过落马的糟蹋过，让许多人感觉有够心惜。华山基金会婚林斗南站为民国92年设站决单已经有12年，为了感谢社会各界善心，所以举办感恩茶会，嘛邀请许多人做来参加活动，让现场是热闹滚滚。目前斗南镇还差大概50位的 长辈认住。另外，即马华山基金会斗南站当地咧招募志工，有兴趣乡亲会当来基金会问。目前只有2位到宅义工，那其实还有18个里都还缺那个到宅义工。透过感恩茶会办理来感谢社会支持和关怀，嘛许多人会当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